首先講戰略發展咧，先睇歷史嚇。歷史咧就香港自從成為殖民地以來咧，一直至到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咧，港督都係人類王去委派嘅。講香港居民喺行政同立法、司法方面咧係冇決定權嘅。1980年代，當呢個中英開手談判嘅時候咧，咁為咗穩定民心同埋增加佢嘅對中英談判嘅籌碼咧，當時港英政府咧就進行研究，並且喺1984年咧就發表咗一個代議政制綠皮書同埋代議政制白皮書。佢就建議咧係成立一個使其權力穩固地植根於香港，有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意見嘅同時咧，係能夠直接向市民負責嘅。呢個咩意思咧？就話呢啲行政立法機呢個只係當時講立法機關咧，係由市民選出嚟，所以佢哋要向市民負責，而佢係植根於香港係本地嘅人嘅咁樣。咁呢個根據呢個報告咧，香港自從1985年開始咧，立法會嘅部分嘅議員24位咧係由呢個選舉委員會同埋功能組別產生。而1991年開始咧，有部分嘅議員咧係直選產生，嚟到讓社會嘅精英同地區人士咧係參與立法機關嘅工作嘅。咁乜嘢係功能組別同埋呢個地區人士咧？係因為佢哋話，自從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咧，喺香港咧係要制定政策嘅時候咧，都係分兩個方面。一方面咧係有啲人對某個問題咧係有更深刻嘅認識。咁譬如醫生熟悉醫務衛生嘅嘢，呢個銀行家、嘅金融界佢哋比較熟悉銀行啊、證券嘅問題。呢個律師咧、法律界咧係比較熟悉法律嚇，而呢個會計界咧係關於呢個會計嘅方面嘅專才。咁所以咧呢個就即係等於當時講嘅精英政治啦。某啲人對某個問題有更深刻嘅認識。咁所以如果嗰個政府需要知道佢要立法或者制定個政策嘅時候咧，就問呢啲人嘅意見。另外同時咧，最初嘅時候咧就係街坊組織啊，啲街坊組織咧就係最接近群眾，所以政府有啲咩需要制定政策嘅時候或者制定法律咧，就諮詢佢哋。咁呢個咧就慢慢演變成咧即係呢個區域嘅組織咁樣啦。咁呢個咧就係話分區直選嗰啲係由人民選出嚟嘅代表咧，係能夠知道人民嘅需要嘅。咁所以呢兩個方面咧，即係功能組別咧，同埋呢個分區直選咧，係我哋嘅立法會嘅主要嘅部分。而所謂選舉委員會呢個咧，係嗰啲團體啊咁樣咧，係慢慢係漸係減少嘅。咁而但係一直至到1997年嘅時候咧，都仍然咧係官方係有保留啲席位喺立法會處，亦都係一眾嗰陣時仲仍然係有委任嘅議員嘅。咁所以咧係香港嗰個選舉嘅政治咧，都係由85年先開始，即係到而家就有30年多啲嘅經驗啫。而分區直選嘅經驗就30年都唔夠嘅。咁既然嗰個基本法嗰度嘅附件1同附件2咧係有講話2007年以後，佢寫咗頭嗰10年點做啦。2007年以後，如果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需要修改嘅時候點樣做？立法會嘅選舉辦法需要點樣做？咁樣咧就變咗咧，一直由呢個2005年開始咧，我哋不斷有就呢個政制嘅發展咧係引起呢個爭議嘅。